歡迎返到嚟 What's in Sour。上集帶大家飛咗一轉南半球，認識咗澳洲同新西蘭嘅風土同埋風格。但講咗咁多，到底應該揀邊支先呢？今集米酒保咧就幫你一次過簡單解決。我哋精選咗7款必試嘅澳紐酒款，無論你想揾日常輕鬆飲配餐之選，定係升級酒單，今集一定幫到你。開始之前記得 subscribe 個 channel。我哋事不宜遲，即刻開始第一支。第一支我哋由澳洲西岸嘅 Margaret River 講起。呢一個產區雖然唔算大，但係因為三面環海，氣候涼爽又穩定，被譽為澳洲最適合釀造高質 Chardonnay 嘅地區之一。而講到 Margaret River， 一定唔可以唔提 Fast Felix。咁佢哋係當地嘅始創酒莊之一，亦係將 Margaret River Chardonnay 推向全世界嘅關鍵酒莊。Fast Felix 以高複雜度 Chardonnay 聞名。現時由澳洲其中一位獲獎最多嘅釀酒師 Virginia Wilcox 親自帶領，呢一支 Chardonnay 完美演繹咗經典 Margaret River 嘅風格，有住清新嘅檸檬香氣，帶住微妙嘅礦物感，酸度宜人，口感豐富，層次分明。如果你想一次過認識 Margaret River 嘅 Chardonnay 風格，呢一支咧絕對係入門之選。而佢仲拎咗 James Sicklin 96分，價錢咧都只係228蚊啫，呢一個質素真係超級抵飲。第二支我哋飛去新西蘭南島 Marlborough。講到 Sauvignon Blanc，Top Point 你一定認識呢一間酒莊咧，由 Cloudy Bay 原班釀酒團隊創立，而 Session 94咧就係佢哋最具代表性嘅 Sauvignon Blanc。佢哋嘅葡萄嚟自單一葡萄園，再喺橡木桶發酵同陳年，令酒咧多咗層次感同埋質感。香氣方面咧有住成熟檸檬啦、青蘋果啦、香草啦，同埋淡淡煙燻礦物嘅口感。入口酸度依然鮮明，但口感更加厚實，餘韻咧亦都好悠長。如果你一直覺得 Sauvignon Blanc 只係易飲白酒，咁 Session 94咧會徹底改變你嘅印象。呢一支酒咧非常適合配搭海鮮啦、白肉啦，甚至單獨慢慢飲咧都可以飲到佢嘅層次同深度嘅。而第三支咧，我哋就落到新西蘭嘅南島 Central Otago。如果你中意 Pinot Noir，Felton Road 咧一定係殿堂級嘅名字。呢一支 Bannockburn Pinot Noir 2024年咧就嚟自世界最南端嘅頂級產區之一，氣候涼爽乾燥，造就出咧清晰、精準而有層次感嘅 Pinot Noir。酒莊堅持有機同埋生物動力法去耕作，風格非常純正，完全咧係以風土説話。而喺香氣方面咧，紅莓、車厘子嘅味道好鮮明，加少少香料同埋礦物感，入口細緻、單寧幼滑，係優雅型 Pinot Noir 嘅教科書。無論你係 Burgundy fans 或者想試一支真正有深度嘅新世界 Pinot Noir， 呢一支咧絕對唔會令你失望。接落嚟咧呢一組就好玩啦，咁兩支咧都係 Grenache， 但係風格咧完全唔同。左邊咧就係 Derenberg Dairies Original Grenache Shiraz 2021年，咁佢係嚟自南澳 McLaren Vale 一個以濃郁、成熟果味同埋 Mediterranean 風格見稱嘅產區。Derenberg 咧係當地最具代表性嘅老牌酒莊之一，風格一向好大膽有個性。咁呢一支係經典南澳 Blend。Grenache 帶出紅果味同埋甜美感 ，Shiraz 就加強力量同香料感，整體風格奔放易飲，好澳洲嘅 style 啊！咁有紅莓、黑莓、少少胡椒同埋香料嘅口味，酒體中等偏豐富，一飲咧就明點解咁多人中意飲澳洲嘅紅酒啦。而喺另一邊嘅呢一支葡萄酒咧，同樣都係嚟自 McLaren Vale。咁釀家華咧係近年備受推崇嘅酒莊，專注咧以老藤 Grenache 表達風土。呢一支 Yangara Old Vine Grenache 2022年咧就係 Single Varietal Grenache 嘅實力示範。老藤嘅葡萄咧令風格即刻變得集中啦，細膩有紅果、乾花、香草同淡淡嘅礦物感，單寧幼細，結構清晰，飲落咧優雅有深度。如果你想感受 Grenache 嘅可塑性，呢一組咧就絕對值得一試。咁去到最後一組啦，我哋以兩支重量級嘅南澳紅酒作結。咁同樣咧有 Shiraz， 咁但係走嘅兩條完全唔同嘅路線。咁先講右邊呢一支啦，咁佢嚟自 Barossa Valley， 係澳洲 Shiraz 最具代表性、最有 power 嘅產區。Elnington 係當地家族酒莊，以老藤 Shiraz 聞名。而 New Ashmead 呢個系列咧主打純粹、集中、力量感。咁呢一支 Shiraz 嘅黑莓啦、黑加侖子嘅味道咧都好突出，加少少朱古力香料同少少嘅煙燻感，酒體厚實、單寧結實，一飲咧就知係 Barossa Shiraz。喺另一邊就係南澳另一個經典 Henschke 啦。Caton Euphonium 係一支以 Shiraz 為主嘅混釀，結合咗 Barossa Valley 同埋 Eden Valley 嘅葡萄，風格咧即刻變得更加優雅，有住深色嘅果香啦，但同時間都帶花香、香料同埋礦物感。口感順滑，結構細緻，唔係淨係靠力量取勝，而係靠佢嘅和諧度。
今集由澳洲到新西蘭，由清新白酒優雅 Pinot Noir去到重量級藍澳 Shiraz， 7款酒7款風格，咁總有一支啱你。如果你已經睇到心喐喐，就即刻去 Watsons Wine 門市或者網店揀你嘅心水酒款。咁5月26號至7月6號期間，仲有試飲活動，記得去門市查詢啊！最後仲要 like、comment、share 同 subscribe Watsons Wine 嘅 YouTube channel。我哋下集繼續同你飲好酒 ，Cheers！